大林子桃花，白居易。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大林子桃花，白居易。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大林子桃花係唐代詩人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期間，於初夏遊覽廬山香爐峰頂大林子時所作。全詩以芳菲盡與此盛開形成強烈對比。山下人間四月已係春殘花落，而高山古寺中桃花先至剛剛灼灼綻放。詩人原本因長恨春光難覓而惆悵，卻喺此處意外重逢春色，驚喜之餘悟出，春天並未真正離去，只係好似捉迷藏般轉入咗呢個幽深嘅山寺。呢首詩構思巧妙，跳出咗常人惜春嘅感傷格局。前兩句寫實景對比，後兩句則以長恨與不知轉折，將尋找春天嘅主觀情感與客觀發現融為一爐。表面上寫登山見桃花嘅偶然趣事，實則蘊含深刻嘅哲理啟示。美好事物或許會暫時隱退，但並未消亡，只係等待我哋換個角度或者境界去追尋。短短四句，平易自然又耐人尋味，充分體現咗白居易言淺思深嘅藝術風格，亦寄託咗佢喺政治挫折後於自然中尋得嘅精神慰藉。大林子桃花，白居易。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大林子桃花，白居易。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